Good morning, everyone. Please rise. Please turn your hymn book to page 30 to 31. Today we will sing the hymn number 12, Majesty. Let's sing it once. Majesty, worship His majesty. Unto Jesus to be glory, power, and praise. Majesty, kingdom authority, flow from His throne unto His throne, His hand and raised. So exalt, lift up on high the name of Jesus. Magnify, come glorify, Christ Jesus the King. Majesty, worship His majesty. Jesus who died, now glorified, King of all kings. I will praise you, O Lord, with all my heart. Before the gods, I will sing your praise. I will bow down towards your holy temple and will praise your name and for your love and your faithfulness. For you have exalted above all things your name and your word. Let's sing the hymn once again with all our heart. Worship His majesty. Unto Jesus be glory, power, and praise. Majesty, kingdom authority, flow from His throne unto His throne, His hand and raised. So exalt, lift up on high the name of Jesus. Worship His majesty. Jesus who died, now glorified, King of all kings. Let's bow and pray. Our Father in heaven, you are the mighty King, King of all kings. We will always glorify you as God and lift your name high. Later, there will be a talk on China's diplomatic relation. Please give students a clear mind so that they can concentrate on the talk and gain lots from the talk. Bless the talk and the coming lessons today. In the name of Jesus, we pray. Amen. Please be seated. Thank you.李先生、陳校長、副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今日我哋好榮幸邀請到第12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前香港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先生嚟到我哋當中講解國家嘅外交關係。李少光先生 GBS、IDSM 喺香港大學理學士畢業，曾先後於北京清華大學、英國牛津大學及美國哈佛大學修讀培訓課程。李先生於1974年1月加入香港政府人民入境事務處，擔任人民入境事務主任。於1995年出任入境處助理處長，並於1997年晉升為副處長。1998年10月出任入境事務處處長。而喺2002年7月，李先生獲當時嘅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委任調升為廉政專員，成為首位由紀律部隊出身嘅廉政專員。李先生於2003年8月出任保安局局長，成為升任局長嘅第一位紀律部隊首長。
喺2012年12月，李先生被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12屆全國人民代表。喺開始之前，我哋有請陳校長到台前向李先生致送紀念品。有請陳校長。多謝陳校長。而家有請校長、副校長以及台上嘅老師到台下就座。講座即將開始，請以熱烈嘅掌聲歡迎李先生。呢個呢度都得㗎，呢度都得。陳校長、莫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我好高興咧，今日能夠喺呢度咧，同大家見面，同埋分享我喺對國家外交關係一啲嘅睇法。我喺退休之後咧，好想喺有生之年咧，為國家做一啲事，所以喺2012年嘅年底咧，就參加咗全國人大代表、港區代表嘅選舉。最後咧，好幸運地咧，被選上第12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離職之後咧，我有機會咧係參與討論國家嘅事務，對國家各方面咧嘅認識係多咗，係包括咗咧對我國嘅外交嘅政策。就外交英文咧係 diplomacy 呢一個詞語咧係源自古希臘文嘅 diploma。大家對 diploma 都好呢個字都唔係陌生㗎啦。大家都知道咧，讀書咧，你哋經過中學、大學咧都攞好多嘅 diploma。當時 diploma 呢個字咧，即係話一個君主，當佢派出一個使節啊，去另一個國家嘅時候咧，用以證明佢身份嘅一張證書嚟，其實就係一張證書啦。其實外交唔係一啲咩嘅新嘅事物，喺西方社會咧，早在1000多年前咧，佢哋有啲叫做城市國家嘅一啲 city state， 一個城市就係一個國家嚟嘅。開始嘅時候，呢啲城市國家嘅人咧，佢哋從事外交活動就係派出使節嘅。咁啊，最早一個呢啲咁嘅城市國家咧，就係派出使節咧，就係現今意大利嘅米蘭市，當時係一個國家嚟。其實喺我國咧，外交都唔係一啲新鮮事物喎。早在2000多年前咧，
喺我國嘅春秋戰國時期，我國當時咧已經有好多呢啲所謂縱橫家呢啲說客咧，係奔走於呢啲諸侯國，為佢做呢啲咁嘅外交活動嘅。最出名咧有兩個人，一個叫張儀，一個蘇秦。咁呢兩位縱橫家佢哋所提倡嘅合縱同埋連橫呢兩個策略咧，到今時今日21世紀咧，都係好管用喎，都有市場喎。一個國家就好似一個個人或者一間公司咁樣，我哋有啲朋友，但係免不了咧都有啲敵人。如果冇敵人咧，都有啲競爭者喎。如果我哋嘅朋友多，敵人少，咁同人哋交往嘅時候呢個底氣咧就會厚一啲。其實國家都一樣，外交係一個國家、城市或者組織咧喺國際關係上一啲嘅活動。通常我哋所講咧都係一啲主權獨立嘅國家，喺主權平等底下咧處理彼此之間政府同政府間嘅關係，一啲嘅程式同埋一啲嘅藝術。佢通常咧都係雙邊進行。好似最近我國同一啲東南亞國家咧喺南海有啲領土嘅糾紛咧，其中一個咧就係菲律賓。咁中國咧就提議咧兩國協商咧係雙邊討論去解決嘅。咁有啲時候咧，呢啲外交活動有啲嘅多邊嘅活動係好多國家參與嘅，好似係一啲國際嘅組織或者一啲國際條約嘅修訂。外交嘅目的喺維護，再咧係維護同埋促進國家嘅利益。呢啲利益咧係受地理環境、歷史因素同埋經濟發展所影響，而維護國家主權嘅獨立、領土嘅完整同埋領土嘅安全咧係為第一要務。另外，保持國家最大範圍嘅自由行動咧，亦都屬重要嘅任務。再者咧，外交所尋求嘅唔係用武力，同埋唔係用引起仇恨嘅手段咧，係達到追求國家嘅利益。所使用嘅武器咧，主要就係語言啦，我哋嘅三寸不爛之舌。而且咧，主要以維持和平咧為主要之務。外交最大嘅功能咧，係在不以武力為手段嚟達成一啲協議嘅。新中國喺1949年10月1日成立，當時身為社會主義國家陣營嘅一營呢，又因為當時有朝鮮戰爭啊，中國啱啱立國呢，又要接受呢個蘇聯嘅援助。建國初期所採取嘅外交政策呢，係一面倒嘅政策，即係加入以蘇聯為首嘅社會主義陣營，喺冷戰中呢對抗以美國為首嘅資本主義國家陣營。喺當時嘅中蘇關係呢，實際係一個同盟嘅關係，一個同志嘅關係。但係好多人都講，在國與國之間係冇永遠嘅敵人，亦都冇永遠嘅朋友，只有永遠嘅利益。喺1950年，中蘇之所以成為一個戰略嘅聯盟呢，主要係因為中國需要建立一個因為中國啱啱嗰個新嘅人民政權呢啱啱成立。要鞏固呢個新嘅人民政權呢，唯有係要同蘇聯結盟。而蘇聯呢，亦需要喺自己嘅周邊啊，因為當時係同以美國為首嘅西方國家要對抗呢，佢要喺自己嘅周邊呢，建立一個隔離西方威脅嘅安全區域。咁啊，所以又大家都彼此需要呢，就兩國就行埋一齊。但係好景不常呢，
喺中蘇蜜月期過咗之後呢，矛盾就出現咗。第一，中蘇之間嘅戰略利益呢係出現咗分歧。蘇聯同美國經過咗多年嘅鬥爭呢，兩國嘅關係喺1950年代中期呢開始舒緩咗。蘇聯面臨嘅戰略任務同中國面臨嘅戰略任務呢係發生咗不同。蘇聯呢要同美國緩和關係，但從中國嘅角度呢，美國當時喺我哋國嘅台灣省呢仍然有軍事基地，所以一日美國人唔從台灣撤軍呢，發展關係呢就無從説起。第二呢，由於各自嘅戰略需求同埋支援嘅鬥爭嘅策略唔同，雙方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嘅若干理論問題呢，就產生咗唔同嘅睇法。呢個大家都爭取做呢個國際嘅共產主義嘅大阿哥。雙方各按所需，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嘅理論加以各自嘅解釋。但實際上呢啲分歧呢，唔可能喺大家彼此罵戰中呢係解決嘅，反而呢個分歧越鬧越大。既然兩黨嘅關係嘅意識形態呢係唔同，同埋呢大家嘅基礎被動搖呢，執政黨關係惡化不可避免呢，就對兩國嘅關係係造成咗一個負面嘅影響。第三呢，就兩國嘅國家利益不盡相同而引發嘅矛盾同埋衝突。蘇聯呢係要鞏固佢喺社會主義陣營嘅領導地位，對中國呢係指指點點嘅。喺1950年代末期嘅時候呢，蘇聯呢就要求喺中國喺我哋嘅北方嘅大連呢係設立海軍嘅基地呢，一個海軍基地啊。並提議咧成立一支嘅聯合艦隊啊！咁啊，聯合艦隊咧，即係當時佢嗰個意圖咧，梗係話嗰個艦隊司令咧，一定係要蘇聯人做啦。種種嘅跡象咧，就係要控制住中國，就好似控制當時蘇聯喺東歐嘅附庸國一樣。但係中國人咧，始終都係有骨氣嘅嚇。當蘇聯呢一個老大哥要將中國變成一個附庸國嘅時候呢，當時毛澤東呢，佢係當時嘅中國嘅主席，就堅決反對。咁啊，中蘇關係呢就開始破裂。咁啊，蘇聯呢，其實喺當時呢，就係有數以萬計嘅專家呢，當時喺中國呢，就幫助中國建設嘅。大家個關係破裂咗之後呢，蘇聯呢喺短時間之內就撤走咗在華援助中國嘅專家。但係中國人呢都係有智慧啦，就冇被嚇到。當時就靠自己嘅力量呢，喺上一個世紀60年代呢，係發展咗我哋叫做兩彈一星，即係原子彈、氫氣彈同埋人造衛星。自此咧，中國走上咗獨立自主嘅道路，而獨立自主咧就成為我哋中國外交政策一條主軸線。早於50年代初期嘅時候，當時嘅總理周恩來咧已經喺國際社會呢個提倡咧就和平共處5原則。即係互相尊重主權同埋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5項呢，作為國與國交往嘅基本標準。而呢個和平共處5原則呢，係深得第三世界國家咧認同。中國當時咧就喺中美兩大陣營之外咧，廣交咗好多嘅朋友。而呢啲朋友呢，對中國喺1971年恢復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係一大嘅助力。剛才提到2000多年前嘅合縱連橫喺
20、21世紀都有市場。喺中國方面呢，中蘇從同盟走到對抗，關係破裂咗之後，兩國嘅罵戰呢隨即開始，敵對呢係持續嘅升溫。蘇聯呢喺1968年8月呢係入侵咗捷克，因為當時嘅捷克嘅總統呢就有好多嘅動作呢，就想脫離蘇聯嘅控制。咁啊，蘇聯呢就喺1968年呢就派大軍咧入侵咗捷克。當時嘅中國政府係譴責咧蘇聯呢個侵略嘅。咁中國政府睇咗呢啲咁嘅入侵咧，都對蘇聯呢個擴張主義係日益擔心啦。公開咧就將蘇聯視為比美國更大嘅威脅。中蘇邊境嘅衝突咧係不斷發生，並且喺1969年嘅3月咧，喺黑龍江省我國嘅珍寶島咧嘅戰鬥中係達到咗一個頂點。兩國都喺共同嘅邊境咧地區咧大量陳兵啊！當時每邊都即係派咗幾廿萬嘅軍隊喺度。此後咧，蘇聯又向美國試探啊，就想拉美國落水咧，要同美國聯手對中國嘅核基地咧係發動一個先發制人嘅打擊。當時咧好彩美國咧就冇參與啦，所以蘇聯呢個意圖咧就得唔到成功。其實當時個中蘇咧已經到咗大規模戰爭嘅邊緣。咁啊，當時美國嘅總統叫尼克遜，佢都睇到呢一點喎。從美國嘅觀點嚟睇咧，蘇聯當時對美國嘅威脅咧係遠遠大於中國。咁所以美國採取一啲對華友好嘅政策，好似話敵人嘅敵人嘅就係我個朋友。所以美國咧就想拉中國咧走嚟美國嗰邊，就採取一啲對華友好嘅政策，例如咧取消咗某啲對華嘅貿易嘅管制。當時美國咧係好多嘅管制咧，就係對中國咧係唔友好。並且咧放寬咗咧去中國旅行嘅限制。之後尼克遜又決定停止咧第7艦隊咧喺台灣海峽嘅巡邏，呢個一個友好嘅表現。1970年1月8日，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喺宣布恢復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喺華沙嘅大使級會談。佢當時咧第一次用咗咧稱呼中國咧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呢個名稱。大家同學都要知道咧，當時美國係承認台灣以中華民國呢個名稱咧代表中國。咁但係就唔代表咧佢冇同中國有交往嘅。咁呢個交往咧，當時咧都係大家利用駐喺華沙嘅2間大使館咧，即係中國駐華沙大使館，即係波蘭啦嘅華沙大使館啦，同美國嘅華沙大使館咧，有一啲不定期嘅會議。咁每一次咧，佢會議之前或者會議之後有公佈咧，都係用紅色中國或者共產中國稱呼中華人民共和國。但係喺70年呢一次會議咧，佢稱呼中國咧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喺外交上咧，有時有啲語言咧，好 delicate 嘅嚇，即係要你慢慢咧先睇到咧，即係有一啲嘅隱蔽嘅意思喺裏邊。咁即係佢咧呢一個咁嘅改變嘅稱呼咧，係對中國一個友好嘅表示。中國嘅領導人注意到呢個跡象，其實喺呢個時候咧，中蘇嘅嚴重對抗，對中國嘅國家安全咧造成咗極大嘅威脅。因為當時蘇聯係一個超級大國，而中國仍然係一個發展中國家，個軍力咧係好懸殊。中國因此面臨同時同2個超級大國對抗嘅局面。喺呢種情況底下咧，毛澤東咧做出咗重大嘅戰略決定，就嘗試咧係同美國人咧係發展一個戰略夥伴關係。
共同咧係對中國嚟講係更加危險嘅敵人就係蘇聯。所以中國就向美國發出咗和解嘅信號，通過接見一個美國記者叫斯諾 Edgar Snow。呢個 Edgar Snow 咧，當時係一個經常嚟中國訪問嘅記者嘅，咁啊同阿毛澤東係好老友記嚟嘅。呢個次嚟咧，啲中國領導人都接見佢。毛澤東就向阿 Edgar Snow 表示咧，中國歡迎尼克遜總統訪華。毛澤東又找住時機咧，作出咗決策，親自批准咗邀請美國嘅當時嘅乒乓波代表團咧，於1971年4月10號到17日訪華，以此表示咧中國同美國交往嘅誠意。其實當時70年代咧，中國嘅乒乓波咧已經係世界冠軍嚟㗎啦，即係差不多打遍無敵手㗎啦嚇。咁啊係我哋嗰啲國技，當然而家都仍然一樣啦。咁就因此呢一次嘅邀請咧，就打開咗事隔22年之久嘅中美交往大門。咁呢個咧，當時咧就係啲傳媒界朋友咧，就有個話咧，呢個就係一個小球推動大球嘅乒乓外交，即係小球即係乒乓波啦嚇。同年嘅7月咧，基辛格就秘密訪華，會見咗當時嘅周恩來總理。喺呢次會談咧，為中美咧譜寫咗一個新嘅篇章。經過中美雙方嘅頻密磋商同埋精心設計咧，尼克遜終於喺1972年2月21日實現咗佢對中國嘅破冰之旅。訪問咗中國，喺同曾蔭良總理會晤嘅時候，美國總統咧就私下保證咧係不支援任何嘅台灣獨立運動，強調咧台灣係中國嘅一個不可分離嘅一個部分，並且支持任何通過談判達成台灣問題解決嘅方案。咁樣咧就係移開咗中美建交咧，將來建交一個主要嘅障礙。喺尼克遜訪華結束嘅時候，1972年嘅2月28日咧，中美喺上海簽署咗著名嘅中美聯合公報。咁而家大家都睇到咧，當中國同美國有拗撬嘅時候咧，即係中國嘅外交部咧都話希望美國咧切實落實呢個中美聯合公報。咁呢個中美聯合公報喺簽署咧，所以又叫上海公報。喺呢個公報裏邊咧，美國只承認有一個中國，台灣係中國一部分，並確認咗從台灣咧呢個台灣地區咧撤出全部嘅武裝力量同埋軍事設施咧，係美國嘅最終目標。所以今時今日咧，美國喺台灣咧係冇任何嘅基地啦。中美兩國關係嘅和解，極大舒緩咗來自北方即係呢個蘇聯咧對中國嘅威脅，同時咧亦推動咗中國同一大批國家嘅關係正常化。喺中美高層官員嘅互訪基礎上咧，兩國嘅經濟文化交流得以開啓。但中美交往咧唔係一帆風順㗎，期間有起有伏，但係最終咧喺中美兩國共同努力下咧，克服咗巨大嘅障礙而達成咗一個協議。喺1978年嘅12月15日簽署咗中美建交聯合公報，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係中國嘅唯一合法政府。公報嘅發表咧，標誌着中美隔絕狀態嘅結束，同埋關係正常化進程嘅開始啦。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聯合公報開始生效咧，中國同美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中美外交關係嘅正常化，為東西方全面交流咧奠定咗基礎。國際嘅大企業咧蜂擁而至啦。中國呢一塊龐大市場
而中國喺呢場經濟浪潮中日趨成熟，今日成為世界第2大嘅經濟體系。隨住經濟發展同埋深化改革咧，中國嘅國力綜合國力、整體國力咧，包括呢個國防實力係大幅提高咗。中國嘅崛起咧已經係一個不可逆轉嘅趨勢，但係呢個趨勢咧又引起其他強權嘅注目。當蘇聯解體咗之後，美國就成為世界唯一嘅霸權。美國再唔需要中國咧嚟牽制蘇聯，並且咧睇到中國日趨發展嘅經濟，急速發展嘅經濟咧，同埋國力一日一日嘅增強咧，將中國視為代替咗蘇聯嘅一個假想敵，對中國咧開始進行圍堵同埋打壓。下面咧引述幾件事件都說明咗中國嘅發展咧，我哋將來嘅發展不會係一帆風順嘅。第一就係呢個銀河號事件，事發於1993年嘅7月到9月間，我國嘅一艘貨輪銀河號咧，從天津出發，經上海，又經過香港喎，終點咧係科威特一個港口。咁喺當時嘅7月23日咧，美國政府就發表聲明，話呢個銀河號上邊咧有運往伊朗嘅化學原料。當時中國政府係強烈否認，但美國人呢卻要求中國命令貨船呢即刻駛返中國，或者係停泊喺某一個地點呢等候發落。呢個係好冇理由嘅一個，同埋係違反外交關係一個國際關係嘅一個要求。即係好似你去行街，突然間有個爛仔阻住你要搜你身咁。當時中國嘅國力弱啦嚇。如果係當時係一種蘇聯嘅貨船咧，美國人唔敢咁做嘅。但係最後經過兩國外交人員嘅商討咧，銀河號停靠咗喺沙特阿拉伯嘅達曼港。喺沙特嘅官員見證底下咧，由中美雙方嘅人員共同檢查船上嘅貨物，結果咧係美國人嘅情報咧係完全錯誤。但係銀河號已經喺海上漂流咗33日，中方咧要求美方賠償咧，最後都係不了了之。第二件事件呢，就叫做58事件。喺1999年咧，喺呢個南斯拉夫內戰當中，喺呢個科索沃戰爭中，而家科索沃咧當時係一個南斯拉夫一個省嚟嘅，而家已經係一個獨立國家嚟啦。咁喺呢個科索沃戰爭中咧，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咧係遭到北約轟炸機利用呢個精確製炸彈咧 Joint Direct Attack Munition JDAM 就空襲，造成咧3名中國記者死亡，數十人受傷，使到使館咧係嚴重損毀。其中一枚嘅 JDMA 嘅炸彈咧未當場爆炸嘅，5年之後咧先由塞爾維亞當局咧取出銷毀。當時中國大使館唔係喺呢一個科索沃嘅喎，喺呢個南斯拉夫嘅首都咧係貝爾格尼德嘅。當時咧就全國都好憤怒咧，係走上街示威嘅。美國政府咧就話呢個係一個誤炸，即係我唔知道嗰個係中國大使館，但係佢哋係用咗呢個精確製炸彈嘅。就又係經過咧呢個外交活動之後咧，最後咧就賠償道歉了事。第三件呢係中美撞機事件。1991年嘅4月1號，一架美國嘅偵察機咧喺南中國海咧對我國進行一個偵察。中國咧派出咗2架嘅戰機咧去監察。呢個咧當時一個戰機咧叫殲8啊。都係一架超音速嘅戰機。但係同美國嘅飛機咧嘅戰機咧就係爭咗2代。但係而家我哋中國戰機咧發展到殲10、殲11啦嚇，大家個差距就拉近咗。就
其中一架嘅戰機咧就係呢架殲8嘅戰機咧，就喺海南島東南嘅70公里咧，就同呢個美機咧，就當時呢個70公里嘅離開海南島係我哋嘅專屬嘅經濟區嚟，就同美機咧發生咗碰撞。咁中國戰機係墜毀咗，美國咧嘅飛機咧都係有啲損傷嘅。咁當時嘅機師黃偉咧就死亡，而美機咧就被迫降喺我哋嘅海南島嘅陵水機場。事件演變成一場咧外交嘅危機。經過雙方政治角力咧，美方道歉，而中方咧交還人員飛機咧，事件咧先落下帷幕。當年咧喺1991年咧，當時嘅美國總統小布殊咧對中國非常之不友好嚇。咁呢個事件之後咧，中美撞機事件之後咧，都好多小動作，但係都唔知係咪呢個上天咧都幫中國喺同年嘅911咧，呢個阿拉登發動咗襲擊美國咧。因呢件事件之後咧，美國咧就改變咗同中國嗰個壓制，因為佢都要拉中國咧去打呢場反恐戰爭，咁先至咧就令到中國嗰個壓力咧係減少咗。呢幾宗事件都説明咧，中國喺崛起嘅過程中咧，喺中華民族復興嘅道路上咧，將會面對好多個困難同埋挑戰。呢一兩年，美國要提出重返亞洲嘅戰略，其實個目的咧，都係要希望結合亞洲其他嘅國家咧，圍堵中國。日本咧就係其中一個最熱心嘅一員。從地域政治嚟睇，日本係我國嘅近鄰，早應咧係建立外交關係，但係戰後嘅日本咧，係好長時間咧都受到美國政治嘅影響，而早期嘅日本首相咧，大部分都係敵視新中國嘅右翼嘅政客，因此早期嘅中日交往咧都係喺民間進行嘅。直到1971年喺日本不知情底下，基辛格咧秘密訪華，日本咧先如夢初覺喎，發覺好似美國人喺我背後插咗我一刀咁樣。當時嘅日本嘅媒體咧驚呼咧，呢個係美國對日本嘅越頂外交，即係跳咗我啊，冇話俾我聽，將美國呢個行動形容咧為對日本一個出賣。日本人覺得要急起直追，因為佢都知道咧，如果係美國同中國建交咗之後咧，打開咗嗰個建交大門咧，中國嘅發展啊，個經濟咧係不得了嘅，所以佢都要啲美國人都好識，日本人都好識做生意。咁喺尼克遜總統訪華之後咧，同年嘅9月25至30日，當時嘅日本首相叫做田中角榮咧，就訪華同埋進行咧呢個建交嘅談判。喺9月29日，即係田中角榮離開中國之前一日咧，雙方就簽署咗中日聯合聲明，即日建交。喺中日雙方在建交談判同埋和平友好條約談判中咧，都商定咗將釣魚島問題咧係暫時擱置起嚟。但不幸咧，日本上一任嘅總政府咧就把釣魚島國有化，使到局勢係急劇惡化。今屆嘅政府咧更加變本加厲啦，將釣魚島主權炒熱，煽動國內嘅民情咧，企圖修改戰後嘅和平憲法。咁咧就呢個修改過後和平憲法咧，我諗而家佢哋日本都係勢在必行㗎啦嚇，即係日本可以派兵去外國㗎啦。我國咧為咗保衛國家主權完整同埋國家利益咧，就採取咗一啲相應嘅措施。我哋而家咧係定期咧係派我哋嘅公務船咧係巡視呢個釣魚島，而家已經係一個常態化啦。喺前年咧，我哋國家宣布咗在喺東海設置呢個防空識別區，涵蓋釣魚島，就係一個好強有力嘅反制措施。
另外，1991年蘇聯解體成為15個唔同嘅國家，最大仍然係俄羅斯，但係已經喪失咗30%嘅領土，綜合國力大不如前。為咗戰略上嘅需要呢，俄羅斯又需要同中國做朋友，所以中俄兩國呢，有咗上一個世紀50年代一樣，發展咗合作關係，成為一個戰略嘅合作伙伴，又印證咗呢，兩國與國之間係冇永遠嘅敵人嘅嚇。喺上個世紀60、70年代，大家打咗一場大戰，而家又成為一個合作伙伴，就好似我國嘅《三國演義》開頭所說：世界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2年前呢，中俄聯手挫敗咗美國企圖出兵干涉呢個敍利亞內戰嘅圖謀，就係一個好好嘅例證。外交係一門學問，又係一門藝術。外交亦都係一個綜合國力外在嘅表現。如果大家同學有讀過歷史呢，都知道我哋中國係幾千年文明啊！我哋喺好幾個十幾、20個世紀，我哋都係喺世界，無論喺國力啊、喺文化、喺世界上都領先。但係去到19世紀同埋20世紀頭50年呢，當時嘅中國嘅當政者係治國無能，經常咧係喪權辱國。我哋係唔見咗好幾百萬平方公里嘅領土，喺每一次打敗仗咧，賠咗不少嘅金錢俾人哋。咁好彩咧，經過呢60多年嘅奮鬥咧，中國人又重新站立起嚟。中國喺世界舞台上咧係扮演越嚟越重要嘅角色。雖然好多國家好似美國發起圍堵中國，呢啲努力咧，我相信始終都會失敗。中國嘅崛起咧係已經不可逆轉。各位同學，你哋都係國家未來嘅希望，盼望你哋努力學習，充實自己，為中華民族嘅偉大復興咧獻出你哋嘅力量。唔係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外交官，但係我哋每一位咧都可以做民間嘅大使。喺外國旅行嘅時候咧，要展現出我哋係一個有教養、有禮貌同埋有紀律嘅民族。多謝各位。而家係有啲同學要有啲咩問題發問，如果我識嘅，我盡量答大家。係咪要講病？你好啊，李先生，我係5G 班嘅梁瑞朗。最近中國推出咗一帶一路，增加中國同其他國家嘅經貿合作，更加設立咗亞投行同埋注入大量嘅資金。有人提出亞投行係針對美國嘅世界銀行而設立嘅。咁中國近來拉攏其他國家嘅措施，其實係咪要鋭意咁削弱美國喺全球經貿嘅領導地位呢？多謝。中國都講好多次咧，呢個亞投行咧就唔係針對任何人，而係咧就係希望通過呢個亞投行咧幫助亞洲有需要呢個發展基建嘅國家咧，佢哋缺乏呢個資金嘅國家咧，係發展基礎建設。其實不過你頭先所講係咪要針對世界銀行或所主導嘅呢啲世界機構咧咁樣？咁其實呢個
有一啲嘅評論家都話咧，呢個亞投行咧就係西方國家逼出嚟嘅。因為點解咁講咧？因為而家世界呢個兩大嘅組織啦世界銀行啊、IMF 啊咁樣，即係當年咧係美國人帶頭咧係設立。咁當時所分佈嗰個所謂投票權咧，咁多年嚟咧都係好少改變。但係喺大家都知道咧，喺過往30年咧，中國係嘅經濟發展係創造咗一個世界嘅奇蹟嚟嘅。我諗當以後幾廿年或者100幾廿年之後咧，中國呢個咁嘅經濟發展呢一個個案咧，大家都要好好研究點解會中國人可以利用呢個30年嘅時間咧，係走完咗西方發達國家用100年、200年或者甚至300年所需要時間所走完嘅道路。咁既然中國嘅經濟發展同埋國對世界經濟嗰個份量一日一日嘅加重咧，而中國喺呢一個IMF 同埋世界銀行嗰個所謂 voting right 咧，所嗰個一路咧都唔係相應嘅增加咧。咁中國不滿，其實係喺好多嘅第三世界國家都不滿啦，希望咧係兩個呢個世界組織咧係要重新有啲整頓啊，但係咧嗰啲既得嘅利益者咧，即係美國啊，有啲西方國家咧，雖然佢哋已經有幾個嘅西方國家佢嘅經濟咧已經一日就嗰個份量係輕咧，但係嗰個 voting right 咧比中國仲要高嘅。咁嘅時候咧就好多嘅第三世界國家都有啲呼聲咧，就係覺得係不公平。咁中國就我諗順住呢一個咁嘅世界嘅潮流咧，就第一就推出呢個一帶一路，呢個係一個好有前瞻性嘅策略嚟。咁跟住咧都睇到咧喺亞洲好多嘅第三世界國家咧，甚至唔係第三世界中等收入嘅國家咧，佢哋好多嘅基建啊都係落後嘅，同呢個發達國家比係好落後嘅，但係佢哋係缺乏資金。咁呢個 AIIB 咧呢個幫助佢哋去發展基建呢間銀行咧，正合適佢哋嘅需要。咁所以喺中國一提出咗呢個 AIIB 之後咧，好多國家咧就亞洲國家一定參與添啦，除咗日本咧，因為個政治原因。其實喺好多嘅西方發達國家都睇到係一個好大嘅商機，因為呢間銀行咧係發展呢個基建咧就好多生意嘅，所以都會吸引到咧好多美國嘅盟友去加入啊咁樣。咁答呢位同學問題咧，其實呢個AIIB 咧呢個基建呢個發展銀行咧，就係迎合咗而家亞洲好多國家嘅需要。咁當然啦，呢個一個嘅效果出嚟會唔會削弱咗世界銀行同埋 IMF 咧？呢個大家拭目以待。李先生你好，我係 5G 班嘅林俊宇。中國咧，近期因為領土爭議咧，而同唔少周邊國家，例如印度、越南、同埋日本、印度等而關係緊張。請問中國咧點樣可以喺維護國家主權以及領土完整同埋呢個改善區內關係之間取得平衡呢？多謝。呢位同學問得好，即係我頭先都喺我嗰個講章都提到咧。美國喺先幾年啊，奧巴馬總統咧係提出呢個重返亞洲呢個戰略。
咁呢個因為佢都睇到中國咧嗰個綜合國力一日一日嘅增加，同埋嗰個經濟實力係一日一日嘅增強。咁美國人不嬲都係佢主宰，唔止係主宰亞洲，係主宰世界㗎嘛。既然你有一個挑戰者係行出嚟咧，佢唔多唔少咧都要即係好似以前蘇聯咁咧，佢都要做一啲相應嘅措施壓制住。正正因為有呢個咁嘅企圖咧，就佢都睇到中國咧係喺一路以嚟咧都唔係話最近啊，係同周邊國家都有一啲嘅領土嘅糾紛。例如同日本有呢個釣魚台嘅糾紛。喺南海嚟講咧，就有啲南海島嶼嘅領土糾紛。嗱，呢啲南海島嶼咧，即係從歷史上嚟講咧，中國就話一路都係中國嘅領土。嗱，譬如話我哋再講翻先兩日菲律賓嗰個參謀總長咧，帶住一班嘅記者咧，上咗呢個叫中業島。嗱，呢個中業島係咩咧？中業島咧，當年我哋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咗之後咧，當時嘅國民政府啊，即係當時嘅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佢係當時係中國嘅合法政府，就派軍艦一艘軍艦叫做中業號就去接收咗呢個島，從日本人、美國人手上接收咗呢個島。因為一路以嚟呢個南海都係我哋嗰個領土嚟㗎嘛，呢個南海諸島。咁接收咗之後咧，就派軍駐守咗一輪時間。但係後尾咧，呢個國民政府咧，可能因為嗰個經濟上、軍力上咧，就有一段時間就撤離咗呢個中業島。咁菲律賓咧見到之後咧，就派佢哋嘅軍隊上去佔領咗。其實咧係一個侵佔我國嘅領土，佢咧就霸咗之後咧就話呢個係菲律賓領土。咁所以當然咧，而家嘅中國政府咧就係強烈咧就譴責咧就唔承認呢啲咁嘅非法行為。所以就咁大家都知道咧，呢一啲咁嘅領土糾紛咧就會一路持續落去因為越南都霸咗我哋好多個島嶼。咁美國人睇到咧都。即係就唔關美國人事嘅喎，但係佢知道呢兩樣咧可以去拖住中國個後腿咧，佢哋就即係大家都睇到佢支持菲律賓咧同埋越南咧同中國對抗。嗱，喺從中國嚟講咧，我哋一路咧都係推行一個和平嘅外交政策。我哋都希望咧國際糾紛咧，好似頭先我講咧，用呢個外交手段咧去解決嘅。所以當年咧。中日建交嘅時候，都有個共識咧，係將呢個所謂主權各置希望我哋啲後人咧，大家一兩代人之後咧，大家我哋啲仔女啊、啲孫咧，有政治智慧咧，點樣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咁我諗喺中國政府都希望咧，呢啲咁嘅領土糾紛咧，唔需要動用到武力咧去解決。希望咧盡可能咧，點解頭先我所講咧？中菲中國成日都提倡咧，同呢個菲律賓咧係面對面一個雙邊嘅會談，去解決大家彼此喺呢個南海諸島嘅問題。同越南一樣，越南上個月咧，佢哋嗰個總書記去訪問中國嘅時候咧，習近平主席咧都係希望咧，即係話。我哋放下我哋嘅歧見，即係用一個和平嘅方法咧，去解決彼此嘅分歧。但係當然咧，中國政府係有個底線啦如果係對方係用一啲即係挑起戰爭嘅手段去挑戰中國咧，我諗中國都唔會係退縮。但係我都唔希望咧係見到呢啲咁嘅武力嘅場面。我都希望咧。呢啲周邊國家呢啲咁嘅糾紛，包括同日本嘅糾紛咧，係可以用一個和平嘅方法解決。我諗從日本嘅角度，佢哋都唔希望有呢啲武力嘅衝突，所以大家見到咧，
當我哋嘅警監船啊，我哋啲公務船咧，而家定期去呢個釣魚島海域巡視嘅時候咧，日本咧即係只係喺個口頭抗議咧，佢都冇用一啲即係強力嘅所謂武力咧去阻止。咁我哋希望咧，即係將來兩國呢個彼此嘅糾紛咧，都可以用外交嘅手段，用一個和平嘅方法去解決。多謝各位。喂，你好，我係科 C 班嘅高思恒啦。我想請問下美國嘅重返亞太戰略咧，對中國嘅外交有啲咩影響咧？多謝。你再講一次，再講。請問美國重返亞太嘅戰略對中國嘅外交有啲咩影響？頭先都講到咧，美國重返亞洲嘅策略咧，我諗嗰個主要嘅目標都係中國啦嚇，因為佢美國睇到中國嘅崛起咧，即係不可避免中國嗰個影響力啊，會日漸嘅增加。佢就恐怕咧，中國會取代咗美國咧，成為呢個亞洲中國周邊國家一個領袖，就將美國咧嘅勢力咧趕出咗亞洲。咁其實中國嘅綜合國力上升咧，佢個影響力咧係隨之係都會上升嘅。咁我諗即係始終有一日咧，美國都會認識到咧，呢個係一個事實，佢要接受呢個事實。畢竟不止喺亞洲嚟講，喺全世界嚟講咧，中國國力嘅綜合上升同埋影響力嘅上升咧，我覺得呢個趨勢係不可逆轉。咁大家都睇到咧，當中國提倡呢個亞投行咧 AIIB 嘅時候咧，不僅係亞洲嘅國家咧係熱烈響應啊！而喺遠在歐美、南美嘅國家咧，都嚟參與，都睇到咧呢個係中國個影響力嘅上升。即係當然，即係以而家嘅唯一嘅霸權，即係美國嚟睇呢個，即係唔係好舒服㗎啦。即係有一個本來你話晒事嘅，突然間有一個人企出嚟可以同你對話，即係同你 say no 嘅，咁你都係覺得唔舒服。但係我諗，即係喺美國嚟講咧，好多嘅學者同埋有識之士都指出咧，佢哋都其實有一個咁嘅提議咧，就叫做中美共治啊嘛，即係話中國同美國咧去共同管理呢個地球呢個世界，但係中國即係唔受佢氹啊！我哋中國一路都反對呢個叫霸權啊！即係我唔係我嚟去蝦人嘅，我哋唔係去好似美國咁樣指指點點嘅，所以就話我唔參與呢個咁中美共治呢個圈套。咁但係你即係都我諗美國始終都會睇到咧，即係中國呢個國勢上升啊，即係美國都要接受呢個現實。就我覺得咧呢啲咁嘅策略咧，就算重返亞洲啊，或者甚至挑起一啲嘅少少嘅衝突咧，都唔可以阻止中國嘅崛起嘅嚇。多謝各位。Okay. 李先生你好啊，我係5D 班嘅李心怡。喺中國迅速崛
起嘅近年啦，美國經常性都掛住一個世界警察嘅名牌，以維護各國嘅利益同埋和平為理由，屢次插手中國嘅外交事務。咁剛才你都有提到，其實係包括一啲同美國冇直接關係嘅事件，例如一啲領海爭議啦。咁喺呢啲事件入邊呢，美國經常都同中國打對台，協助同中國有爭執嘅一方啦，並成日都站於一個道德嘅高地去譴責中國。你認為中國應該去如何回應美國呢一種近乎係挑撥，甚至係多管閒事嘅行為呢？我哋應該去保持乜嘢嘅態度去面對呢？係應該係容忍佢哋呢一種無理嘅指責啊，定還是應該係強硬啲咁樣去應對？多謝。多謝呢位同學嘅問題。美國你頭先所講咧，即係美國呢個國際警察呢個咁嘅角色咧，就我諗越嚟越唔得人心。點解咧？就因為美國人咧就佢喺世界嘅各地咧都挑起咗唔少嘅紛爭啦總之你嗰個政權咧，或者你嗰個領袖，佢睇唔順眼咧，佢就要想盡方法咧去對付你啊，或者甚至推翻你啊啲咁樣。但係每一次做完之後咧，嗰個效果咧，雖然可能佢成功咗將一啲佢唔中意嘅政權推翻咗，將一啲佢唔中意嘅當地領袖推翻咗，但係咧嗰個效果係咪會能令到當地嗰個人民嘅生活咗咧咁樣？但係大家從過往10多年、20年嗰個各地美國人參與嗰個事務，大家都睇到咧，嗰個效果係相反啊！從打拉登去阿富汗啊，打伊拉克啊，發動各地嗰啲顏色革命啊咁樣，大家都睇到咧，推翻咗當地嘅政府，或者係當地嘅領袖咧，所造成嘅傷害係遠遠比美國人所講話佢以前政府佢哋當地人民所過嘅生活咧係遠遠不如嘅。好似而家利比亞咁樣，即係嗰個推翻咗加達菲之後咧，國家成個分裂，而家日日都喺度打內戰。乜嘢都冇得輸出，以前係石油嘅輸出大國，而家輸出咧就叫難民。每日都有不少嘅難民坐船咧就走到去意大利啊，咁咧就沉咗幾隻船啊，咁樣即係人間地獄。呢個其他地方都係咁樣啦美國喺重返亞洲去挑戰中國咧，同埋煽動好多國家同中國即係對立啊，或者係好似而家菲律賓企得好硬啦日本咧就話要修改佢個和平憲法，出兵海外啊咁樣。我諗從中國嘅角度嚟睇咧，即係中國喺世界各地其實係好多朋友嘅。我哋喺第三世界國家咧係好多朋友，我哋嘅朋友遠比咧係美國人多，所以我諗公道係自在人心，即係只要我哋係沉着應付呢啲挑戰咧，即係唔主動去挑起矛盾，就用合情合理合法嘅外交手段去應付咧，我諗始終咧我哋都會克服。終於有一日咧，呢啲即係挑戰中國嘅小國咧，我諗佢哋都會明白到，同中國對抗咧，唔係佢哋嘅國家利益嚟嘅。即係我頭先所講咧，最終都係要睇國家利益㗎嘛。我最近都睇到一個報導咧，菲律賓就快隔2年就大選啦。佢其中有一個好熱門嘅候選人咧，佢個政綱同而家嗰個菲律賓總統唔同嘅。佢話佢如果當選咧，佢會修補同中國嘅關係，佢會修補同中國關係啊。我諗即係短暫嘅困難係會有嘅，但係即係我始終相信咧係真理咧始終係會得勝嘅嚇。
多謝。最後一條問題。我係2C 班嘅陳子添，咁哈佛大學曾經有個教授提出過，就係話釣魚島即係日本所稱嘅尖閣諸島係日本遵從國際法係取得嘅。咁我想問你對呢個睇法有咩意見？你日本咩話？就係話日本係遵從國際法去攞得呢個島嶼嘅。咁我想問你對呢個意見有咩睇法？再講一次，因為我隻耳仔唔係好幾好。就係哈佛大學咧就有個教授曾經提出過，就係話尖閣諸島即係中國嘅釣魚島就係日本遵從國際法取得嘅。咁我想問你對呢個嘅睇法有咩意見？嗱，呢個釣魚島咧嚇，即係日本叫做尖閣群島啦嚇，就一路嚟咧都係中國嘅固有領土啊嘛嚇。咁幾時咧就失咗呢咧？就係我哋當年，即係而家講起100年前啦嚇，甲午戰爭之後咧，我哋將台灣就割讓咗俾即係頭先我所講啦，因為呢幾年呢百幾年咧，我哋呢啲國恥嚟。因為我哋輸咗個甲午戰爭咧，就不僅賠咗好多錢俾日本，連呢個台灣都割讓咗俾佢。咁當時咧割讓咗呢個台灣咧，連呢個釣魚島都俾埋日本啦嚇。咁喺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咗之後，我哋係勝利國嚟噶嘛，我哋打勝仗啊嘛嚇。咁當時同阿羅斯福總統講咧，就台灣要俾翻中國噶嘛。咁當然要連埋呢個釣魚島俾翻中國啦。咁但係咧就當年咧，美國人就冇將呢個釣魚島咧俾翻中國，就擺喺日美國嘅管治底下。咁當時佢都想製造一啲矛盾。咁直至到之後咧，美國人就將呢一個釣魚島咧就撥歸咗俾日本人去管理啊嘛。咁你哋兩個嘅私相授受唔可以將我國嘅領土去咁樣私相授受噶嘛。咁所以我哋而家係好理直氣壯話咧，釣魚島係我國嘅領土。咁當然啦，日本而家係實際上係控制住釣魚島。咁你如果真係要攞返咧，就要同佢打場大仗。咁我哋都唔希望咧，為咗幾嚿石頭咧去打仗，因為打仗咧犧牲好多人命。咁我哋都希望咧，用一個和平、彼此都可以接受嘅方法去解決。就好似當年鄧小平所提倡啦，話我哋擱置咗呢個主權，希望咧我哋將來我哋嗰啲仔女、我哋啲孫，佢哋有啲智慧，睇下點可以解決呢樣嘢。呢個所以我哋大家都睇到咧，中國人唔係一個好戰嘅民族嚟嘅，即係我哋唔會主動去挑起呢啲咁嘅戰爭啊。其實如果大家都睇過往50年歷史咧，戰後大部分嘅戰爭咧都係由美國人參與嘅，我哋被逼應戰嘅啫嚇。多謝各位。OK， 好啊，而家落翻去。OK， 唔該晒。Mr. Lee 係唔緊要，或者時間夠啦。OK， 咁我唔問啦，係得。其實我好多謝 Mr. Lee， 本來有個問題，不過咧我諗時間都夠嘅關係啦。其實今日咧好多謝 Mr. Lee 嚟到咧，就同大家講咗主要外交裏邊咧就集中咗睇中蘇、中美同埋中日。咁我相信在座尤其是上邊 Form 2嘅同學，可能對於即係國家裏邊外交嘅關係咧，一定唔會掌握得好多，甚至乎 Miss Chan 你哋校長都唔係掌握好多。不過今日嘅講座就係希望大家認識咗一啲之後，當你再接觸新聞或者再接觸一啲書本，你再睇返中國同成個世界唔同國家嘅關係嘅時候呢，你可以有個興趣再去深入了解多少少。
同時間呢，即係頭先我一路聽嘅時候呢，你哋係好幸福嘅一群嚟㗎，因為呢，我知道如果喺 Miss Chan 嘅年代呢，我中學生嘅時候呢，我哋唔講政治嘅，因為當時係殖民地啦，咁亦都唔係太需要關心好多嘢。直至入到大學，喺香港大學呢，先至講認中關社啊！咁啲師兄師姐就話認識中國、關心社會。咁呢，你哋亦都有你哋嘅困難，因為呢，正因為你哋呢係出生嘅年代啦，咁亦都再唔係殖民地社會啦。咁你哋係香港人，同時間亦都係中國人。咁嗰個身份嘅矛盾呢，有陣時會令到你哋好多嘅質疑，好多嘅問號。即係我哋希望我哋嘅國家富強，即係等於1972年嘅時候呢，其實乒乓波嘅政治嘅年代呢，其實嗰陣時我細個嚇，但係好開心嘅，因為覺得哇自己國家好叻喎，哇我哋中國唔係好似老師講咁咁黑暗喎，原來我哋可以喺新聞上邊係咁威嘅喎咁樣。咁但係你哋呢？你哋可能真係會有好多嘅疑問，國家會有陣時有啲問題出現嘅時候，你哋會有好多問號。咁但係呢，我都盼望同學們，即係我哋認識國家多啲嘅時候，唔係一定話國家所有嘅啱，唔係要你認同晒所有嘢，但係希望你踏出一步呢，就係由認識開始，跟住就睇下身份上邊點樣去處理，跟住呢，就點樣再進一步係幫助香港呢個社會進步，亦都幫助我哋個國家嚟到去進步。咁呢，實實在在，即係有好多嘅問題，政治啦、外交啦、經濟好多嘢掛鈎。你哋亦都要好多學業上面嘅關顧。不過呢，今日聽完講座之後，你哋每逢聽到新聞嘅時候，睇到書本有關嘅時候，希望你哋再放大啲隻耳仔，放大啲隻眼睛嚟到去留意。本來有個問題問 Mr. Lee， 不過呢，即係喺呢度時間都夠啦。我哋再一次用熱烈嘅掌聲，再多謝 Mr. Lee 一次，多謝晒。唔該陳校長，亦都多謝啱啱李先生嘅分享。希望大家能夠透過剛才李先生嘅分享，加深對國家外交關係嘅認識。而家將時間交俾 Mr. Mo。